咁啊，今日分析3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講下個大市啦，講港股同美股嘅。咁啊，講下個匯率啦，黃金都講一講啦。黃金挫得好緊要啊嚇，咁啊唔知有冇同學投機呢個投資啊黃金啊咁樣啦嚇。咁啊，第二部分當然講汽車股啦。今日講個汽車股，揀咗3隻股票去分享下嘅同大家嚇。第三個部分咧就講霸財嘅指標，就講一個指標俾同大家去研究下點樣去買賣股票嘅。咁啊有個指標咧就好實用，咁啊可以幫你揾到個好啲嘅位去進場啦。咁啊成功率好高下㗎嚇。咁第一部分就講呢個市場分析先。好啦，就呢個恒生指數嚟嘅周線圖。咁啊，見到個上升趨勢線咧，就浪咗喺個21,000點嗰度啦。咁呢個趨勢線咧，就理論上唔翻落嚟㗎啦嚇。即係咩意思啊？就算你回調多刻下，都係嚟翻呢個24,400啊5咁嘅啫。咁啊，而家會唔會咁樣落咧？未知道，可能咁樣上都唔頂㗎嚇。佢話落翻嚟呢個位個概率咧就唔高嘅。咁啊，當然啦，所有嘢都冇絕對㗎，尤其是金融市場。埋藏咗好多黑天鵝嘅，咁啊嚟到呢啲位係一個非常良好嘅買位嚟㗎嚇，喺牛市嘅深度回調，咁啊呢個回調咧，曾幾何時喺4月特朗普突然間玩關稅嗰時咧，就玩咗次㗎啦，咁呢個突然間回調咧，又玩第二次，咁啊震咗成2000點啦，咁啊禮拜3咧就 APEC 就響呢個韓國舉行，究竟中美習主席同特朗普究竟會唔會傾到大家都可以雙方協議到一個好啲嘅方案呢？跟住個市就會走上去嘅。如果大家都係各持己見嘅，咁啊當然個市會震盪啦。咁我估美國市都會震得好兇狠嘅，唔係講笑啊嚇。咁啊而家今日就期指過緊倉，禮拜1咁禮拜4咧就期指結算，咁期指過倉咧。喺10月份嘅期指過倉就26,400嘅，咁今日啱啱企到喺26,430點，咁有機會如果企得上去嘅話咧，咁禮拜聽日都係向升嘅，咁上禮拜5咧我就做線下課做線上課就講咗分享咗，今日有機會挑戰呢個26,600點㗎啦嚇，咁轉頭先同大家分享。咁下一個位就阻力就係響呢個27,400啦，咁好實在啫，上次個頂位嚟啫嚇。咁重要支撐咧就喺24,600啦，咁仲有一個位咧就係25,800嘅，咁25,800就喺呢度啦。好，同大家撳嚟睇下先啦，食咗呢啲。好啦，恒生指數幅圖咧暫時係咁樣行。咁周線圖就冇問題嘅喎，咁跳咗上去幾好添個裂口。咁有同學就話：喂，呢個會唔會 B 浪反彈啊？都有機會嘅，咩都有機會嘅，實際上。咁如果 B 浪反彈，C 浪咁嘅咯喎，咁行出嚟咪知咯。咁而家未行啊嘛，咁而家彈上嚟估佢嘅啫，咁你望周線圖咧，佢咁樣哇，好似好厲害咁啊！其實咧，佢就跌破咗上升軌嘅，但係佢又翻嚟呢個位置咧，咁好事情嚟㗎嚇。大家望望啦，上個星期5咧就講線上課咧就講會挑戰呢個26,600點係阻力啦，有機會上去啊。今日最高26,570啊，都合格啦。作上個禮拜5嗰個位咧，夜期個位係261幾㗎啊，咁未升啊，夜晚就講佢有機會彈上㗎啦，似彈上嘅有幅圖啊。當然如果你曉做衍生工具做夜期，今朝早起身係好食啦，10點幾11點而賺翻幾百點啊，做個期權都有咩㗎啦嚇，有4-50% profit margin 㗎啦。而家咁樣彈快咁點啊？好簡單㗎咋，睇一望就知㗎啦。喺呢個區間頂住咗啦，268同1266。如果聽日再上嘅話咧，咁會唔會禮拜3放假，禮拜4翻嚟回一回先咧？會唔會突然間傾唔掂數又都得㗎喎？政治嘢好難講㗎喎。而家率先咧望個基本個阻力區就係27,300嘅，喺日線圖睇。
咁短時間咧要等佢升破咗咧，就挑戰28,000㗎啦。如果假設中國同美國大家傾掂數算啦，咁啊大家冇關稅，取消晒好多嘢。咁而家中國仲徵收緊中國關稅嘅喎，美國仲徵收緊中國關稅㗎嚇。咁啊傾唔掂數，咁會點呢？如果假設真係貿易戰，中國制裁佢，封鎖佢啲稀土，咁美國啲 AI 就會出大問題啦。咁啊，首先第一個出問題咧就係呢間公司啦 ，TSM 台積電。點解咧？台積電因為一年咧要用7000噸嘅稀土，咁啊90幾個%咧都係中國供應俾佢嘅。咁啊唔怪得台積電咧仲口大聲話自己天下無敵啊嘛！我哋唔俾稀土佢咧，佢啲晶片基本上生產唔到咁嘅良率嘅，就即刻停廠噶啦，唔係講笑啊！即刻停廠，咁佢個庫存咧最多有30天嘅啫。佢生產完30天咧，如果你中國唔賣貨俾佢咧，咁啊台積電就變咗老鼠噶啦嚇。咩叫老鼠啊？咁啊密切留意喎，咁究竟傾唔傾掂數咧？好難講噶喎嚇，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啊！咁你望下啦，畫埋幅圖啦咁樣行法呢幅圖咧，要麼佢就走翻上去，如果要麼咁樣跌落嚟咧，咁啊大跌噶啦嚇，要留意啊！即係喂中美成日都特朗普成日反覆蝕噶啦，係嘛？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到美國大跌噶啦嚇。咁啊，通常11月咧都唔係一個恆生指數都唔係一個大升月嚟嘅11月，一係牛皮，咁啊上下波幅震盪。咁啊，大家講埋俾大家聽成個趨勢啦嚇，大家炒期指啊、炒股票都好。咁啊11月都係波幅市，咩意思啊？波幅市即係咁咯嚇，就咁啦咁啊。我估係都係咁行噶啦，成個月都係咁行，升下跌啊，就升咁跌啊。咁啊，望到台積電咧個幅圖嘅有啲危險嘅。咁啊，仲當然啦，而家未行得出嚟啊，究竟有幾危險啦？跌穿280蚊咧就超危險啊！記住啦。咁即係話俾你聽，佢一跌係一定咁跌㗎。即係話俾你聽，中國要制裁稀土啦，制裁美國，包括台積電啊，台積電都要試下味道先嘅嚇。咁啊，睇下台灣個鎮國之廠究竟有幾堅韌啦，冇咗我哋中國佢有幾堅韌啦嚇。咁啊，會出現咁嘅圖嘅話，大家就小心啦嚇。當然啦，美國 AI 所有公司一齊跌到飛起嘅，將會大家要留意呢樣嘢㗎，唔係講笑㗎嚇。咁啊，呢樣嘢係好影響嘅，一個政治影響咧，就會令全球股票大跌。咁啊，我哋港股都會跌㗎，但係又冇跌得咁凄烈咯。咁啊，如果傾好咗啊，算數啦，唔搞其實都唔可能㗎啦。咁啊，你將我將你㗎，中國同美國，咁美國點都係要鎖住中國㗎啦。咁啊話要制裁出口中國嘅軟件啦，咁啊究竟會唔會係咁咧？咁樣，咁啊禮拜三就知㗎啦，好快㗎啦嚇，咁啊大家睇定啦。咁啊呢個就短線嘅中短線嗰個短線啦，你唔好話中短線啦，短線因為禮拜三啊嘛，短線嗰個期指走勢啦，咁啊思路都係咁樣分享嘅。咁某程度上咧。如果照睇翻大圖嘅話咧，譬如好簡單，點解我哋嚟到27,400有個大阻力啊？咁好簡單，你撳去恒生指數圖一睇就知㗎啦，係咪？我望落去話幅圖搞乜鬼啊？咁啊好易嘅啫。如果你識趨勢線咧，咁啊畫條線得㗎啦。好啦，咁啊啱啱好撞到啊，靚到不得了嘅呢個位啊，唔係講笑啊，幾咁標準。好啦，咁標準即係話俾你聽咩啊？呢個要麼就係阻力。咁啊，如果你10月好快啫嘛，而家27號啊，咁啊，如果話喂中美冇事嘅，咁啊，仲可以拖多2個月嘅，拖到1月先講啦，咁樣，咁啊有支陽燭衝上嚟㗎咯喎，咁啊衝得過嘅話咧，就會上㗎咯喎，咁啊12月都會升喎，12月有機會挑戰3萬點添，如果係咁樣行法啊，唔係講笑啊，3萬點啊，最少啊，最低消㗎啦，呢個位假設佢即係禮拜4啊，或者真係中美冇問題嘅，咁啊衝上嚟啦，哎呀一突破，哎呀搞掂，點都12月冇問題㗎啦。如果11月向好嘅話，12月都係
爆上去㗎啦，都係爆上去㗎啦。咁會唔會係咁樣行咧？都有可能，冇話冇絕對嘅嚇。咁而家出咗隻腳啦，而家係咪？嗱，開頭支陰燭就好肉酸嘅啊！開頭支陰燭係咁噶嘛，咁噶嚇，早兩日係咁噶，咁啊畫靚少少啊。之前兩日係咁嘅支陰燭嚇，咁就好肉酸嘅支陰燭。咁啊而家縮翻上嚟，好事情嚟嘅。咁啊仲未得嘅喎，要禮拜四30號結算嗰日點樣行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啊！記住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可能係 fast market 嚟嘅快速市嚟㗎嚇。而家暫時望住先，咪話啲政治市咧又唔係憑你兩個指標可以睇得出嚟嘅嚇。咁啊，尤其是 Donald Trump 咁反口覆舌啦，咁啊，而家都驚啊，因為冇咗稀土咧，佢美國所有軍工會停擺啦。第一軍工停擺啦，第二就包括你汽車啊、晶片都會停擺嘅。咁啊，而家就唔係美國制裁中國，係中國制裁美國啦嚇。咁啊，好特別啊呢樣嘢啊！究竟就當然啦，如果和解就會好啦，對股票一定係好嘅嚇。咁啊，睇下點樣玩法啦，行邊追邊咯，就好簡單嘅啫嚇。咁啊，人民幣啊強翻少少㗎嚇。咁啊，美國啦，咁啊道指啊犀利啦，爆頂47,320點啊！嗱咁樣嘅道指幅圖就知佢爆㗎啦。嗱率先咧，佢就道指就上破咗呢個雙頂頭部突破啦，呢度即係話俾你聽突破頭部就呢個區間，一突破咗呢個雙頂頭部，呢嚿唔會咁短嘅嚇，記住啦，係仲會上嘅。咁啊，道指保守消費咧4萬5萬點啊，道指如果咁樣行法，係啊，唔係講少啊5萬點。咁啊講咗好耐㗎啦，一突破頭部係加多5000點上去啦，咁差唔多啦。即係第一步係加5000點，佢可以夾好高㗎，夾到天比高都得㗎。咁美元咧就弱地嚇。咁呢個咧就係上升趨勢線嘅支撐位啦，向呢條線度，咁啊晾住咗啦，大概係而家46,200嘅個位啊，咁啊睇佢個樣仲要爆上去嘅喎嚇，計陰陽燭就咁睇 pattern 啫，唔好同我講 fundamental 啊，即係唔講經濟基本嘢先啦。你話會唔會衰退啊？美元弱喎，咁啊國債欠債38萬億美元喎，有冇錢還啊？咁啊另外呢啲唔好講啦，為房建屋嗰啲啊，咁啊 CPI 又得唔得啊？睇技術分析唔睇咁多噶啦，淨係睇佢幅圖咯。咁啊突破咗，話俾你聽向好啦，係咪？咁啊第一下突破，第二下突破，呢嘢仲會咁樣飆上去嘅。呢個就係好簡單睇個道指嗰個趨勢啦。嗱，好似咁幅大圖睇道指唔好睇咁細圖啦，睇月線圖啦要啊。因為行巨浪啊嘛，道瓊斯美股係行巨浪啊。咁啊，咁樣升，咁升。如果係咁樣升法咧，哇，厲害啦！仲要咁升嘅嚇，咁可能急升嚟嘅喎呢個浪啊！咁啲錢，咁啊美國銀行咧就放寬呢個存款準備金率，即係話俾你聽咧，更多錢會流入市場，流入市場咧仲會浪高個股票。咁啊美國仲要不斷印錢㗎，而家38萬億。好快係40萬億㗎啦，陣啊40萬億，轉頭咧就過2年啊42啊45萬億㗎啦嚇，美國欠債國債啊，咁會唔會永遠無止境咁飆上去咧？40萬億去到50萬億咧，咁啊大家自己諗下美國國債會係咩答案啦？啊中長線都好危險㗎啦，美國國債啊，咁啊但係股票咧仍然爆上去，咁你唔使理啦，炒股票就炒住先啦嚇，炒到直至去轉角為止，我哋先至考慮食股啦嚇。嗱，如果你咁睇咧，美國個道瓊斯指數咧，哇！呢條線啊靚到天比高咁啊！呢個通道啊，即係如果我哋學技術分析啊，嗱畫靚啲幅圖啊。嗱，純計技術分析咧，呢幅圖係靚圖嚟嘅，好靚添。即係一個靚嘅趨勢圖啦，即係你唔好講去咩基本面嗰啲先，我哋純粹講技術分析面咧就好靚嘅呢幅圖。
好靚嘅嚇。因為下次上5萬點佢先會回吐嘅，應該嚇上到嚟呢個位先會回吐嘅。咁樣樣會先回吐嘅，大概5萬點到啦，49000幾啦嚇。咁啊，仲有2000幾點，即係上去好似行呢劈咁啊，上到嚟行呢度咁樣震下咁樣就橫行一段，跟住先至會回一回咁樣樣啊。下次嘅通道都係4萬點支撐嘅咯。咁啊，除非有一支跌破通道啦，哎呀咁啊熊市啦咁樣樣啦嚇。咁會唔會熊市啊？會嘅，絕對會嘅。好肯定係會嘅嚇，呢樣嘢，金融市場一定係咁嘅，冇可能係升10幾年個巨熊都冇出現嘅，呢個概率咧係得美國做得到嘅，因為佢可以印錢啊，佢印錢就係無敵，但係塵世上印錢印得多都會崩嘅，係咪？嗱，呢個道指解釋啦，咁講個印錢嗰啲係基本面嚟㗎啦，嗰啲我哋唔睇住啦。好啦，納指走向解釋啊，納指又好犀利啦，咁啊上升趨勢線亦都突破頭部，佢個動力咧比道瓊斯更加強嘅，咁啊突破雙頂阻力，佢個走勢咧係走強好多㗎呢個位啊，佢個升幅係大過道瓊斯啊呢個比率，咁啊個個都炒 AI 啦，炒 IT 啊嗰啲全部都係納指啦，納指成分股大部分都係生化科技啊、AI 股啊、機械人股嗰隻啦，係咪？咁你望下啦，納指亦都好強，納指嘅動力比道瓊斯強嚇，記住。咁啊咁樣爆上去喎，咁爆落嚟，咁爆上去，咁啊好厲害嘅個走勢啊！咁啊納指會升去邊啊？咁啊哇畫一畫先啊嘛，已經第一下到嘅咯喎嚇，26,000嘅咯喎，咁我可能之前講26,000嘅。一突破咗25,000、26,000咁啊，25,852，咁個走勢咧已經去到好 peak 㗎啦，見唔見到？嗱，呢個月線圖嘅走勢，你見到佢個 slope 已經係好恐怖㗎啦，咁樣㗎啦，即係話俾你聽咧，佢嗰個陡峭度咧去到咁樣，下一次咧回吐一定係急跌嘅，一定係急跌嘅，即係就算升到上3萬點，一定係咁樣急插落嚟嘅。咁啊，呢啲咧就係股票個理論嚟㗎，你唔好同我。即係好正常嘅啫，你明我講乜嘢，你就知點解會係咁啦。咁啊，而家去到頂未啊？咁啊要計數啦，而家唔計住啦嚇，有數學計嘅。咁啊，呢3個指數就講咗個全球嗰個方向㗎啦。咁啊，因為我哋恒生指數跟住國家隊啊嘛。咁啊，上證 A 都升緊啦，上證仲係升緊㗎，上證牛浪嚟嘅。我哋港股都係牛市啊，記住。咁啊，美股都係牛市，咁啊，大家一齊牛。睇下牛到邊度斷氣啦，大家。咁啊，到美元啦，咁美元點啊？美元嗱，美元強咧就佢哋嘅股票強弱，佢哋美股都強啊，好神奇啊呢樣嘢啊！弱美元，而家弱美元啦，見到弱美元啦，1幾咁啊跌到落嚟90幾，佢個美股係咁狂升嘅喎，咁我哋港股又狂升喎。咁好啦，貨幣弱，個美股又升，貨幣強，美元強，美股又升，咁啊，即係美股唔會跌㗎啦，係咪咁㗎？咁啊，某程度上咧，我哋去考慮美元同港股嘅掛鈎啦。每一次美元弱，我哋港股一定大升嘅。對上一次2021年沙士嗰陣時咧，我哋港股係3萬點㗎啦，31,000點到啦，3萬零幾啦，未到31,000，3萬點。咁啊，如果今次又沉落嚟呢個9293咧，我哋3萬點係冇問題㗎。咁啊，而家個市盈率係12度嘅啫嘛，我哋 P/E 12點幾啦，當12、13咁啊，12啦係嘛？咁啊，升到去15、17嘅 P/E 咧都好正常嘅，即係理論上升多20% 啦，係咪？20-30% 咪3萬零點啦，好正規啊嚇，好特別嘅。咁啊，美元弱。咁啊，睇下我哋港股升唔升啦？但係美股又升嗰下先至詭異啊！記住啊，呢個詭異嘅嘢咧，唔可以背詞好耐嘅，冇可能嘅。經濟學如果係咁，就大家唔使讀經濟學啦。咁啊，金融又唔使讀啦，經濟又唔使讀啦，咩都唔使讀噶啦。冇啊，大學嗰啲教科書錯晒㗎啦咁樣。